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居。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高雄国际机场存在宵禁问题，以及腹地不够大，让货运受限。高雄市长陈其迈就争取在南新计划区要新建第二国际机场的方案，获得不少的回响。一起来看看地方在工程克服、经济交通效益等问题的看法。高雄国际机场存在宵禁问题，腹地不够大，也让货运受限。目前的解决方案，除了小港机场新增建工程外，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提出，争取在南新计划区新建第二国际机场方案，获得不少回响。不过，南新计划早在前几任市长就已提出，经历这么长时间，究竟可不可行，也让在地民众疑虑。南新计划今摆几乎拢是停顿的啦，这因为你后面头。到后面头讲，遐已经停准，像无嘛10年起跳啊。你盖个机场至少要20-30年吧，对不对吼？资讯会来看起来是讲安尼啦。啊，你讲啊，你即马讲甲讲啊听咧，很多人都搞不好都已经都不可能看到了。啊，你即马你的最基本的你迁村。你一定要先执行，再来讲后面嘛，干唔是你讲？目前该区土地已经作为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用地进行环评中，新机场的建制究竟工程上能否克服，或者经济交通效益是否达标，在都引发地方讨论。大南方机场的一个计划目前看到了曙光了就是所谓的麦阿顿机场啦，麦阿顿的这个什么科技啦，矽谷科技啦，小港的台积电啦等等。我们都很期盼虽然只是一个大的方向，一个口号，但是我们毕竟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我们也期望机场的迁建上能够在这个南新计划区里面，或者是大林埔的现在的主要的用地上，我认为那个吊杆那个桥式起重机那个技术可以克服大林埔的总长那么长100-200公顷，如果再加上南新计划继续填，这样以后迁建才有机会那多年前中央所做的计划，在整体的风向上面是不可行的。那所以呢，是不是在这个计划如果有难度的部分能不能克服？那如果不能克服，我认为高雄市政府应该要觅得一个比较合适的场地。那对于这个小港在地人来讲，其实不论是地方上面的这个噪音污染，或者说长期来看的开发，其实让这个小港机场迁走，对小港地区的发展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呢，如何呢让它在高雄能够继续存在？我觉得以前大家常常提的点，譬如说弥陀，它刚好在这个台南跟高雄的中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有更多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可以来做选择而且又可以增加在地的繁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南新计划区已由海洋局代管，共有土地计113公顷，目前已经规划为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用地。将来是否增设机场，仍需中央评估通过。不过，面对未来产业快速变迁以及建设成本不断上升，提早讨论因应，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全球趋势中取得先机。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高雄的三民区有一处人行步道，因为树根窜出，排水不良，导致长期积水。地方认为市府的监督不力，业者维护不周，双方各执一词，安全与管理责任成为焦点。长椅的前方出现了一块小湖泊，坐在上方如同位在湖畔第一排，但仔细一看，这里好像不是湖边风景区，而是在社区的人行道上。因为树根串根严重，加上排水不良，才会导致步道上严重积水。都老人在这周边在这边散步啊，那高低不平都有啊。他以前的这树因为会做这样是树根凸出来，所以他改成这样改成这样也好。该段人行道有许多民众都会来这里散步遛狗，但里长表示，因为步道路面崎岖，容易跌倒，环境也时常会有杂草丛生与卫生问题。该区土地是交通局承租给客运业者划设公车站后所留下的退缩地，地方觉得业者维护不力，市府也督导不周，要求相关单位应该要正视问题，尽速改善。这地是交通局的。承租给汉城汽车，周边的环境是汉城汽车要管理清洁，但是呢，每逢我反映才有清，1个礼拜清一次啦，不过啦，交通局要收钱，但是也要尽到监督的责任，每2-3天来清理一下。
不然你看放这样杂草丛生。但是客运业者也回应，公司每年都会编列预算整顿该空间，修整树木与打扫卫生，甚至到步道的整修都是业者全包，有尽全力在做改善。对于大量的积水，目前已经把绿廊的部分围篱敲除，让水流可以更快排出，后续也会持续的加强管理。这边的地形因为属于树木的树根会乱窜，所以我们去年度有做了一个围篱的设施。那因为围篱可能做的密度比较高，所以阻挡了水流出去外面的水沟。那我们现在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让人行道上面的水流可以迅速的往旁边的排水沟来流放，比较不会有积水的情况来产生。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扫地1到2次的扫树叶，然后每年度都会有修剪树叶，或者是些每个月例行性的杂草的清理。那当然人行道会有树根串起，导致它地面不平。每年度的花费大概要1-20万不等的经费来去做维护，这样子。交通局也表示，将会持续协助业者改善步道问题，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的整洁与安全，除了仰赖主管机关与业者的积极管理，更需要居民共同维护、守护生活环境。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三峡河长福桥的改建工程，整体的工程将在明年7月完工，不但能够强化地区的防洪功能，也期许能带动观光发展。坐落在三峡老街金水祖师庙前的长福桥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为了改善通行与防洪的效能，长福桥去年开始进行全面的改建，目前工程进度已经达到60%。长福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去注意整个防洪以外，那更重要的，这个工期绝对不能耽误。那今天来最主要是看那个工期的时间，还有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那第一个，我们刚刚水利局长报告的非常清楚。我们的进度是60%，那没有耽误。我们预计是在农历115年的农历过年前这个桥面的6米的人行通廊就先把它做好。那到明年的7月份就整体把它完工。所以这个工期目前看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拜托施工团队拼尽量过后。那施工的时效要把它做到。主桥的主梁和横梁钢构都已经完成。市长侯友宜今天亲自到场视察，力拼农历年前完成中间6公尺宽的主桥，让民众可以先行使用，提升生活的便利性。过年前这个桥面的6米的人行通廊就先把它做好。那到明年的7月份就整体把它完工。所以这个工期目前看是没有多大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拜托施工团队拼尽量过后，那施工的时效要把它做到。那到了7月份我们结合祖师庙，结合我们当地的商圈，结合我们附近的住宅，再来办一个落成典礼，让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形塑在晚上的活动、白天的活动，结合我们祖师庙的文化，结合我们的老街，就把这个地方把它带动起来。我们这个一部分，我会请我们的水利局还有文化局各局处一起来通力设计，如何让这个地方能够把它带动更好。它原来漏好几个墩，我们现在只漏一个墩，那会抬高它的梁底那我们的通洪功效可以增加18%的通洪能力。那第二个是我们的桥面加宽25公尺等于增加到5个那个篮球场的面积，所以以后这边就是一个很棒的休憩平台。不管是办庙会活动、演唱会，还是那个民众的休憩空间都会增大。我想这个是未来三峡一个新地标我想对这整个三峡的商圈它的观光人口会大幅增加。新桥将大幅升级，桥宽从原本的15公尺扩大到25公尺，桥墩的数量也减少，桥底加高，让整体的通水断面增加18%，符合100年的防洪标准。整体的工程预计在明年7月完工，未来还将结合光雕、照明与堤顶步道等设施，为三峡带来全新的河岸风貌。记者施感文新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奇美医院落实医疗品质的管理，评鉴通过 ISO 7101的认证，成为全台第一间获得国际级医疗品质管理系统标准检验的医学中心。未来病人在奇美医院的每一次看诊，每一笔医疗决策都将更安全、更有保障。
接下证书，永康奇美医院宣布通过 ISO 7101认证，也是率全台之先取得这项认证的医学中心，替台湾的医疗品质立下全新里程碑。这个挑战相对是高的，我们这回协助奇美医院来进行这个 ISO 7101的第三方的一个验证啊。那么我们从验证的过程里面也体认到。那么也接触了我们院方的整个内部的一个标准化的管理流程的一个规划跟运作。那我们发现到奇美医院在运作管理系统非常扎实，好，这个绝对不是一天两天有办法。在 SGS 公司的辅导之下，奇美医院高分通过专为医疗机构量身打造的品质管理系统，聚焦病人安全、医疗品质与病人经验。涵盖临床作业、病人参与、风险管理、资讯安全与感染控制等7大面向，建构以人为本的医疗照护体系。通过 ISO 7101，就是代表我们的医疗品质运作非常的严谨，那品质的系统非常的完整。那我们很高兴，奇美医院今天能够带头，能够是台湾第一家医院能够通过 ISO 7101。那我想，我们透过 ISO品质管理系统的帮忙，那么奇美的医疗品质可以蒸蒸日上。奇美医院自升格医学中心以来，连续6度通过医学中心评鉴，获得优等成绩。未来将配合 SGS 的年度稽核机制，持续强化医疗品质，以专业与创新守护每一位病人。记者说海滩的报道。再带你来看，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周末率领办公室同仁和党内志工到新北中和北圣宫举办民众加菜啦活动，现场免费发放1000颗的高丽菜给民众，吸引了上千位中和乡亲排队，场面温馨热闹。下午2点不到，民众排队的人潮绵延不绝，大家都期待领到免费的高丽菜，帮自己加菜。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周6下午前往中和区北圣宫出席民众加菜啦中和场活动。民众排队领菜时，也有不少民众抢着与国昌老师合照，甚至索取签名，现场仿佛成为民众党的小型见面会。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这次是透过民众党社发部与新北市党部黄国昌服务处共同合作，一方面是想支持台湾本土农民的优质农产品，另外一方面是推广吃蔬食的观念，并借由活动深入中和邻里，与乡亲们结缘。今天台湾民众党我们社发部跟新北市党部黄国昌服务处这边，我们共同的合作来中和这边办民众加菜啦的活动，一方面是希望支持我们台湾本土的农民，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推广蔬食的观念，那深入中和这些社区，跟我们所有基层的乡亲来结缘。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感谢在地里长及北圣宫主委的协助，让活动圆满顺利。希望能在陈怡君主任的努力下，民众党能提供给中和地方乡亲更多的优质服务。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在地的里长，那以及这边的主委，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多的协助跟服务。那最后更要感谢的是所有参与这场活动的民众以及中和的乡亲。那未来台湾民众党我们会更努力，在中和这边由我们的主任由怡君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谢谢大家。许多民众尽管排队排了1个小时才领到高丽菜，但整场活动秩序良好。台湾民众党这次也派出许多志工到现场服务、引导、维持民众排队秩序。整场活动约1个小时圆满落幕。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预告，未来民众党推广地方组织跟服务活动将积极深入各个社区，期盼透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活动，与不同县市的长辈结缘。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5迎风国际艺术节连续1周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热闹展演，其中3舞起舞，青春中原以舞蹈诠释基隆中原祭无形文化资产的历史记忆，令人动容。主办这次迎风国际艺术节的枫香舞蹈团团长孙翠玲表示，今年适逢团队创立35周年，特别规划1周7场，每天不同主题，近80%不同舞者的售票演出，展现多元创作能量。他感谢基隆乡亲长期支持，让舞者们在家乡的舞台上尽情绽放，展现自信。青春中原舞剧
创作的缘起呢，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舞团萌生了将基隆中原祭以舞剧呈现的想法，希望将在地的故事继续传承，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深具文化底蕴的传统节庆。后续也曾制作成艺术教育剧场《说书人》的版本，并在校园和社区引起热烈的回响。那一次，我们看见了许多基隆在地的学子，因为这部作品，开始对中原祭与家乡文化产生兴趣与认同。所有小朋友呢，然后一起做一个联合展演，那也让孩子们呢有参与不同的舞台，然后建立自己不同的自信。对。事实上我们还有个特色是，其实我们做很多专场演出，如我说的，昨天的奔跑者跟今天的青春中原，那所有的演员舞者都是在地的基隆的孩子。就是提供在地的舞者一个表演舞台。对，基隆的孩子喜欢舞台，喜欢表演艺术，他都能够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一份自信跟光芒。副市长邱佩玲跟市议员宋伟立以及教育处长徐燕丽、文管局副局长郑鼎清、谢庆云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博元等贵宾都到场支持。对于枫香舞蹈团在基隆深耕35年，与城市文化共生，给予高度肯定。我们都知道枫香舞蹈团的，我都叫他孙教主哈，教主是非常用心在整个舞蹈表演上面。那之前他有传过一些舞蹈片给我看，我觉得真的是有国际的水准，那很感动。今天可以有机会来看一次这样的国际型，等同国际型的表演。那也谢谢宋一座当时介绍教主跟我认识，那我们教育处也全力希望协助枫香能够走到国际的舞台，不仅是现在的成就，而有更大的成就。就如同那个我们慈云寺哈，他每年的祭孔大典也都请我们这些舞蹈的小朋友去那边祭祀啊。我想我们副市长也经常参与哈，是把那个传统的古俗能够这么完整的呈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每次去都很感动，觉得教主对整个基隆的文化、中华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用心。很谢谢他，谢谢，谢谢。那今天很开心来参加枫香的这个舞展。那今天的一个剧场是青春中原。其实枫香舞蹈团在基隆长期跟教育也有很深刻的关系。那除了我们像今年我们有提供给国小的学生来做剧场体验，其实就是跟枫香来做合作之外呢，在有一些学校的社团，枫香也协助我们一些深耕学校舞蹈艺术的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感谢枫香给予我们在基隆艺术教育这样的合作。那谢市长一直很支持艺术人才的培育，尤其是戏剧的这个部分。所以今年教育处除了跟枫香合作之外，也在市长的指示之下呢，我们也推动戏剧人才的培育，还有未来舞蹈班、艺才班的一系列的课程跟衔接。那希望能够培育更多基隆的孩子有更好的艺术体验，或者是更好的艺术生涯。副市长邱佩玲认为，这次演出以中原文化为发想，融合地方信仰与现代舞蹈，展现出国际水准的艺术张力。他特别感谢团长孙翠玲与所有师生舞者的用心投入，为基隆带来一场动人而且具有文化深度的舞蹈盛宴。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2025桃园海客季活动正式起跑喽！规划了勇闯海客季、海客丰收即将去、海客嘉年华等8大主题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桃园抓住暑假的尾巴。2025桃园海科季活动正式起跑，是否在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举办联合记者会？桃园副市长苏俊斌特别出席活动，表示桃园海科季今年迈入10周年，特别跨局处整合资源力量，结合新屋滨海地区特有的海客文化，推出多项创新体验，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这次我们以往我们的相关的海客文化季都是以客家局主办，那我们这次特别整合了我们的观光旅游局、客家局、农业局还有我们的体育局一起来举办，希望说我们跨局处的能量，让我们暑假的海岸线能够更加丰富，包含说我们有夜宿永安，我们有米宝路跑就全国唯一可以一边路跑一边玩水的我们的马拉松那还有我们相关的游程还有我们的跟渔会一起合作的食鱼教育，希望说在暑假的尾巴，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享受到一个非常精彩、丰富难忘，最重要的还深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暑假期待大家一起来参加。桃园海客最出名的就是石斛跟千古，今年不仅能亲身体验千人千古跟石斛维护，桃园石斛协会希望透过海客季，让文化有序传承，让更多人认识海客。就是现在这个海客季，就客家处这边今年所办有客庄的小旅行，可以体验到我们桃园新屋很多的地方的一些在地的文化，还有一些游程，蛮特别。像我们科间的百年石斛，那也可以体验到，就是我这个喷都客家处这样举办就是非常好，可以就是让我们地方就是几乎每个地方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一些传承，可以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此外，这次也特别在海螺馆内推出结合海客文化、海洋永续跟艺术设计的主题特展，可以看到海废变成的美丽装置艺术跟服装，让废弃物变新生，并传达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这次用了永续潮起、海客丰收这个概念呢，来搭配海客季这个活动。我们用了回收的渔网做成装置艺术，然后还将渔网制成纱线，做成布料，然后再做成服装产品。那还跟客家媳妇阿宝，还有设计师 Versi 一起做了一个丰收包的计划，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呢，不是只有油桐花，也不是只有我们的牡丹花，还有我们的就是用鱼的意象所做成的海客花布。那展览的内容很精彩，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观，谢谢。2025桃园海客季规划8大主题活动，包含米宝路跑勇闯海客季、海客丰收即将去、夜宿永安、食鱼教育、千人千古体验、海客小旅行、永安渔港新兵乐跟海客嘉年华的内容丰富多元，诚挚邀请民众共襄盛举。在8月23号，在我们永安的米宝水枪路跑，那这个路跑呢，会有将近3000人来参赛，那是一个全程欢乐跟欢笑的一个路跑活动。除此之外，我们23号在我们海螺馆，永安的海螺馆，我们还有全天的活动，包括有演唱会啦，包括有体验活动啦，还有市集等等那我们海客季包括米宝水乡路跑，我们还有夜宿永安的活动，我们还有小旅行，还有食鱼教育，还有千人千古等等，有非常非常丰富，也适合亲子大小都来参与。桃园海客季从8月5号一路嗨到31号，海客季米宝路跑将会在8月23号登场。凉爽消暑的水乡大展再度席卷新屋沿海，沿途还有滑水道、障碍闯关、戏水池等设施，同步还有市集、音乐趴跟抽奖活动。活动线上报名已经开放，欢迎大家一起来桃园海客季抓住暑假的尾巴。记者赖伟一团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语古装戏剧节目《戏说台湾》最新的单元，在台南永康凌霄宝殿五龙宫举行隆重的开镜大典，现场香火鼎盛，嘉宾云集，来自全台上百间的宫庙代表齐聚一堂，场面庄严盛大。台语古装戏剧节目最新单元《黑木花神恩》，2日上午在永康凌霄宝殿五龙宫庙城举办盛大的开镜典礼。开镜这天，
现场除了来了许多影迷观众前来追星，还有来自全台各地近100间有功代表共襄盛举，一同祈求拍摄顺利，节目收视长红。主委王大明表示，玄武上帝神威显赫，灵应无数。剧组这次特别选定五龙宫作为开镜及拍摄场地，是对宫庙常年信仰力量与文化传承的肯定。新的神的灵，这个佮包括什么器皿，拢融合这些在一起，到这个五龙神座这，哟，当然啦，今仔日几百间宫祠庙堂七曲一坛，这拢是咱的玄武上帝显化，所以甲这样侪人来参与。永康五龙宫特别结缘合作要来讲这个玄天上帝的故事，由王大明主委牵线，这次会特别介绍玄天上帝他是如何来到台湾地区，而且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铁杵磨成绣花针，这句话就是玄天上帝的师父紫气东君、紫气元君在这部戏里面都会好好的介绍如何铁杵磨成绣花针，如何勤奋不懈的精神是这出戏这次特别强调的重点。谢谢。戏剧制作人陈威汉也向大众介绍这出戏剧的演员阵容。这次的演员呢，非常的老少咸宜，非常的跨界，有我们三立最熟的面孔玄天上帝中天大哥，我们的神明代言人来担任我们这一次五龙宫玄天上帝的角色，还有我们下将下拔来我们的紫气元君，这次也是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我们的陈诗莹女主角，我们三立的御用女主角。关嘉宇，关嘉也是我们的大爱男主角，都是非常老少咸宜。张君耀、温少怀都是我们8点档的男主角们，这次老少咸宜，团队非常的坚强，非常的精彩，请大家非常期待。玄武花神宴3日正式在凌霄宝殿五龙宫开拍，经过1个多月的拍摄及后制，预计将在9月22日至10月3日期间播出，以戏剧手法呈现玄天上帝显灵助人的传说。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成功大学 EMBA 今年持续组队参加第20届的玄正之路戈壁挑战赛，为了要展现传承极限挑战的精神，特别举办誓师大会。57位企业主和精英9月28号将前往戈壁沙漠徒步挑战4天121公里。戈壁挑战赛被誉为全球最具精神指标性的极限赛事，参赛者需要在4天内徒步121公里的荒漠，在高温、强风和沙砾中前行，考验的不只是体能毅力，更是面对压力时的决策力和团队默契。成大 EMBA 自11届开始参赛，今年已经第20届。所有参赛过的学长姐3号特别齐聚一堂，举办誓师大会，来传承这份极限挑战的精神。原本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参加戈壁挑战赛，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太疯狂的事，也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但现在有团体的力量，有团长带着我们一起前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出发，一起到达。我相信参加完戈20之后，我们全班的感情会变得更融洽。重点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像企业遇到一些逆境，怎么去克服？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历程。成大 EMBA 面对今年9月28号即将来临的戈20挑战赛，持续以赛代训来备战，并凝聚团队精神，希望再次证明真正的高阶管理人不只是坐在办公室的思考者，更是在实际场域可以做出关键判断的领航者。今年比赛也获得许多企业和精英赞助，将近300万来一同出征。企业家面对这样的挑战，能不能去克服？那除了克服实体上身体的那种痛苦之外，那包含就是心理上能不能完成
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我相信这样的精神应该可以带到各个企业里面去。EMBA 都是这各个领域的首长专家所以大家更应该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这个心肺耐力的运动，绝对是我们能够促进健康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这届各20挑战赛，成大 EMBA 除了创下史上最多参赛人数，更希望成功逐梦，击败所有强敌，缔造荣耀。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很多人都嫌弃吃鱼时要挑刺很麻烦，在林雅就有一家虱目鱼店，以特制的无刺虱目鱼粥，让客人可以尽情的享用美食，连前市长韩国瑜也来品尝。清早6点半开业的虱目鱼店已经在地经营多年，不少人早起都会来吃上一份虱目鱼料理。不仅饕客对这份美味赞不绝口，就连曾经的韩国瑜市长也曾来过，甚至还衍生出了一份专属套餐。30几年了，我民国82年的时候就来开了。之前景气就是因为说上班的话不稳定，薪水不稳定啊，想到说喜欢吃嘛，我们就觉得虱目鱼是最好吃的，这是最普遍大家都能接受的，就是虱目鱼，所以我们就去做虱目鱼。那时候是韩国瑜，韩市那时候是市长，他来的话，我们要给他取名一个韩总套餐，就是综合汤，然后里面有鱼肉、鱼皮、鱼丸3样。然后煎鱼肚，然后再一碗肉燥饭。店里卖着各式虱目鱼料理，鱼皮、鱼丸、鱼肚样样都有，但最招牌的还是一碗虱目鱼粥。许多人都嫌弃吃鱼挑刺的麻烦，因此老板主打无刺虱目鱼粥，让客人可以尽情享受美味。因为我们的虱目鱼是无刺，爱吃鱼的人就一定吃到我们的鱼的话没有刺，他们都能接受。它本身刺很多，那因为我们要用刀法去把它的刺把它处理掉。所以让客人吃的时候是没有刺的，所以一条鱼下来就是鱼皮，还有鱼肉、鱼肚，鱼头都有不同的料理。不论是对于食材新鲜度的坚持，还是在料理上的细心处理，都能让人感受到老板对于美食的用心。记者洪俊杰、黎聘荣高雄报道。炎炎夏日正是苦瓜盛产的季节，带您来农场看不同的苦瓜品种，各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个是山苦瓜，很苦，很会长。农场主人说，这一株就可以结上上百颗，可以长了好几百个哦，一直采，才会这样一直采头到尾可能采好几百个，最大的这么长。而这个放在山苦瓜旁的迷你版苦瓜是野苦瓜。这个是野苦瓜，晒干泡茶最好。跟着农场主人一探野苦瓜生长基地，随手一翻，结实累累。而这颜色鲜艳、像花朵形状的是爆开的苦瓜。爆开后，这个已经爆开，这都成熟了。这是爆米花呢。爆炸了。随手一采就是一篮，只要一上架，很快就被买走。人家看到就买，他回去可以直接煮那个排骨汤吃啊，比那个大的还要好吃。跟着俊荣老板走进厨房，品尝最当季的好滋味。我会做苦瓜炖汤，这个是我们的改良过大颗山苦瓜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摘的小颗苦瓜，对，然后还要放一个我们的肉桂、野姜花，还有我们的柑橘，我们的这个茶包。等待汤头滚沸后，再10分钟，鲜美的苦瓜鸡汤就出炉喽。非常清甜，然后会带有苦瓜的一个它的香气，然后还有淡淡的野姜花的味道，非常清爽，很适合夏天喝。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不妨到农场亲自体验苦瓜的魅力。不论是料理成各式汤品，还是晒干泡制成消暑茶饮，我们洗干净之后，对，我们等一下泡热水，我们可以拿来泡茶，都是夏日养生的绝佳选择。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隐身在芦竹南崁地区，有一间精致的日式料理店，主打新鲜美味，以超厚的生鱼片让饕客赞不绝口。老板手起刀落，超大尾红蚶就被肢解成美味的生鱼片，以及大颗的鱼头。隐身在芦竹南崁地区，有一间精致的日式料理店，主打新鲜美味以及超厚的生鱼片，都让饕客们赞不绝口。生鱼片跟冻饭都料好实在。现在还有期间限定的寿司卷，有常客几乎每周来一次，也有人第一次来就爱上，直呼非常好吃，而且交通很便利。好吃，
好，你有推荐什么菜吗？特定什么菜？只要这每一道菜我都喜欢。那你大概多久来一次？原则上1个礼拜来1次左右。它的食材都很新鲜，而且价美物廉。我是第一次来因为有几个老大哥推荐说来这边吃非常的好吃。那日本料理也很新鲜，所以我第一次我就想要来品尝这边的日本料理因为这个地方环境非常好，那也好停车，也有好几个停车场，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我们偶尔小喝几杯，大家聚一聚，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老板在外拜师学艺，到现在自己开店，钻研日式料理手艺已经有15年。当初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再加上本身也喜欢海钓，就决定学艺开店。到现在也累积了不少老顾客，即使是平日中午也能看到店内座无虚席。学了很久了对这个也有兴趣本身也喜欢从事海钓的作业。像我现在那边拍的都是我上面的战机对啊。学多久？15年有喽，从之前就一直在学，然后一直在经营。店里主推的超厚生鱼片都是老板一早到渔港挑选采购的新鲜鱼货，冻饭、手卷、唐扬鸡也是许多客人必点的好菜。但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是老板独家手艺的一夜干，跟外面的口感都不一样。烤完还能看到冒着泡的油花，就能想象到它到底有多么鲜嫩。我的生鱼片，对，厚，非常厚。因为这都是我本身自己去渔港基隆康拉丁拿的。对，我夜干的特色是直接也是一样，在康拉丁买新鲜的蛙鱼，然后再回来自己杀好之后再做腌制，然后再做一夜的风干，然后就变成我们的自制的一夜干这样。对，口感会跟外面不一样。不一样。对，像我们的夜干会有含比较丰富的油脂，然后香气也会比较香。对，像一般外面自己做好的变的那一种的，它香气没有像我们这那么浓郁。另外，香烤红磡下巴也是一绝，淋下柠檬汁，轻轻一夹都能看到鱼肉的鲜嫩多汁，让饕客们都举起大拇指。罗竹南坎这间日式料理店，海鲜类都是老板一早到渔港采购的新鲜好料，炸物跟烤物都表现得很出色，适合亲朋好友一起来这里聚餐小酌，享用美味的同时，也能在店里好好放松。这也来有一腿报道。有炒饭王冠军之称的台南玉珍坊，长期提供爱心代用餐给需要帮助的人。来看看这一段感人的故事。炒饭专卖店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撑着辅具来取爱心代用餐。他是平常靠着行动冰淇淋车养家的三宝爸，暑假找不到地方摆摊，到处找适合的地点，一度问到这间玉珍坊老板身上，没想到摆摊地点没来得及帮上忙，反倒先帮了三宝爸一家填饱肚子。6月25号开始就要私讯，下午就要私讯，阿姨讲。敢有法度，互伊代用餐，只要小朋友的就好啊。伊讲因兜像咧两个啊3个小朋友爱吃饭，我跟他说没关系，大人小孩都要顾，所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5份给你啊。这名董姓三宝爸原本是电信外包商，5年前在孩子出生的前1个月，因为工作上的一场意外，不慎从2楼摔下，被医生宣告瘫痪，从此人生变了调。本来在成大，他是说没有救啊，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一直想说怎么办，后来到高雄义大那边开刀，其实开完刀那时候要一直复健的，那时候心情都不是很好，也都会觉得想要干脆一了百了算了。好在他不愿意向命运低头，花了2年时间忍痛复健，才终于站了起来。期间找到工作又失业，求职不易的他决定放手一搏，跟亲友借了10几万元买设备，创业卖冰淇淋。我的冰淇淋全部都是用真材实料啊！我在学校那边，因为是学生，所以我都卖得很便宜。然后因为那时候在6月底，我们7、8月4级的费用都要先付，然后我就先把租金跟冰淇淋的原料都先缴出去，
我转账完之后才发现说，我当天的现金大概不到100块。这次会索取代用餐，就是因为暑假来临，得撑过2个月。炒饭王决定伸出援手，将三宝爸的请求 po 上网。有网友看到贴文，主动联系请冰淇淋行动车到安亲班门口，让孩子们每人1球，开心放暑假。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他们一家5口度过暂时的难关。记者苏海棠的报道。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了要推广国产米食，与新化区农会合作，在台南高尔夫球场举办心里有光日食3餐米食料理推广活动，结合新化麻竹笋与台南16号月光米，做成极具在地风味的竹笋咸饭，邀请现场的民众共同品尝。为支持在地农民实践从产地到饭桌理念，市府农业局与新化区农会合作，共同推广国产米食，以新化地区特色农产为主轴，选用大坑地区盛产的麻竹笋与台南改良场培育的台南16号月光米，烹制成在地风味竹笋咸饭，邀请民众现场品尝。农业局一定会叫咱新化这农民徛做伙，咱即届的活动最有意义，是因为咱改良着用心去研究出来，台南上好食的就号月光米，咱台南上好食的麻竹笋就是咱新化强联手做出来料理，一定大家赞不绝口。今日啦，咱这个米啊是配合咱台南改良场哦，这个台南16号这个月光米。咱改良场所育成的月光米，竹笋是咱在地咱山区食的麻竹啊笋，咱来做这个做这个结合啊，是做这个咸饭啊，这个竹笋的咸饭。那么竹笋的咸饭啊，就是因山区在地啊，因过去啦，每3档拢会办这个担饭担啦，担饭担因这个竹笋的咸饭啊是必须要有的啦，所以咱今日啦来推广这个米食料理啊，就是含山区的竹笋，含改良场的这个16号月光米来做结合，所以咱今日啦来推广这个米食料理，嘛希望所有这消费者会当加减支持咱台湾咱国产的这个米食。现场出席除农业局科长，还有议员李伟智与余柱清及农业部台南农改场秘书。农改场表示，当初引进日本月光米品种，因为台湾与日本日照不同，月光米适合短日照。经过近年来不断改良，导入长日照基因，目前台南16号月光米已经达到95%成分与日本品质相同。现场除米食推广，另外农会与农业局也颁奖表扬今年获得全国龙眼蜂蜜头等奖的在地得主康梅香。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市政府推动的湾区大港旗津领航旗舰计划，开辟连接渡船站到高雄灯塔的一连串步道已经接近完工喽。沿线还有港湾美景与彩绘街区可以欣赏，让人有妙到国外的感觉。宽敞平坦的步道一路从渡船站延伸到旗津灯塔停车场，接续连接其后灯塔园区的登山步道。高雄市政府推动湾区大港旗津领航旗舰计划，将原来的950公尺步道缩短为350公尺，民众下船或停车后就可直接上灯塔欣赏海景。我觉得很好，也不用爬楼梯，而且你看它可以用滑步车滑，也不用抱它，也不用牵它，它就很开心。你有上去到灯塔吗？有。我觉得很快啊，蛮轻松的，对小孩子来讲蛮友善，亲子友善的步道。没有这个新步道的时候，要走外面啊，绕比较大一圈啊，对于老人家会比较远，走比较累啊。做这个新步道，我觉得还不错啊，又干净又宽敞，可以直接从这边上去，也比较快。又有停车场，又更便捷一点了。将原来从渡轮站前往其后灯塔，民众要行走950公尺长的路线，缩短为350公尺，也导入港湾景观的整体性理念，同时更新海岸路上人行步道，既有栏杆，整理路侧告示牌，拆除原安检所库房与围篱等，以提升视觉冲透性。
强化海景的视野效果。350公尺的步道沿线都是广阔的港湾美景，来自香港的游客特地来旗津拍美照，大赞超美，超级漂亮。这边就是比较自然风光会多一点。那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话，就是会看到像这边这样很多高楼大厦的。维多利亚港的那个旅客比较多啦。这边就比较舒适，很多观光客都会在那边看船啊，就是有海风，很凉爽啊，然后也很漂亮，很宽哦，就是比较也可以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桃粉色的房屋精致明亮，整个街道房屋有各种不同色彩。这一次的领航计划还包括彩绘步道沿线的街区房屋，走在步道上就像是走在国外的度假氛围。也很感谢那个高雄市府之前来会勘的时候，也有把我的意见纳入啦，就是我们这一条海岸路编列新增那个彩绘的那个计划里面让我们那个沉船看过来更美观。那在这个那个港边的步道行走的话，也仿佛已经到了国外这样子的感觉啦。透过市府的整顿，形塑旗津街区与各种公共设施，让游客每年来旗津都有不同的惊喜。记者张世明、吴佩珊高雄报道。今年4月，在大武仑沙滩获救的绿蜥龟，经过数月的治疗与照顾，在父亲节当天顺利在大武仑沙滩完成野放，现场吸引许多民众欢送绿蜥龟重返大海。我们右边的朋友，你蹲低往后退一点点，给他一点空间，往后退哦，蹲低，请尽量蹲低退，谢谢。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前方的朋友要后退一点点哦。在保育人员和现场民众的欢送下，已经恢复健康的绿蜥龟蛤蟆开心奋力地游向大海。手举起来了。好，那我们野放活动就结束了。这只绿蜥龟当初被发现时，因为被渔网缠绕，奄奄一息，差点要截肢。幸好在中华鲸豚协会兽医团队跟台大动物医院合作下，成功控制感染，让绿蜥龟能重返熟悉的大海。所以刚刚可能有朋友听到我说，它是一只脚在地狱的海龟，是这个原因，就是它其实是原本就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兽医师是直接跟我讲说，高哥，我觉得这次机会不大，我们可能要有准备要剖它。对，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准备吧。对，我真的是准备吧，就是有可能会要死掉后解剖，然后来了解死因。但在经过协会的治疗，还有我们的合作的医疗单位台大动物医院的大动物实验室共同合作下，我们就让它从一个非常危急的状态，一直慢慢把它拉到正常。但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插曲，就是因为它缠绕的地方。它是严重坏死，所以它的左手就是左前肢原本是完整的，后来就开始从指尖开始慢慢的腐烂，然后骨头开始露出来，就一直断掉。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要不要截肢？但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们那时候评估，就是因为它整个左手的状态只有下半截是不正常的。所以如果我们截掉的话，就会变成让有一半正常的组织都会拿掉，这好像不太符合它，在它就未来回到海里面的话，可能它的竞争力会变低。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用比较积极照护的方式，就很频繁的给药、打抗生素的模式，然后想办法去让它的左手尽量的保护下来。那后来运气很好的，我们整个左前肢保护了一半。那经过3个月的这个救护跟养护跟治疗啊，那现在也可以自由游泳，然后进食啊、呼吸都非常正常，也达到野放的标准。所以在这个8月8号昨日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在他当初搁浅的这个大武仑沙滩来进行野放。那有很多的团队来一起来欢送他，大部分都是一直关注这个海龟的这些民众那有鲸豚协会，有海巡署，然后还有我们海保署的这个
北区保育站等等的单位一起来做野放。成功的救援行动，市府产发处感谢海洋保育署、海巡署同仁、中华鲸豚协会、台大动物医院跟东北角瓦格纳救生队与热心市民的通报。市府也将持续携手各单位守护，让基隆的海洋生态能永续发展。记者黄少明、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以上就这周的中嘉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提醒您，屋外式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